祝咱所敬爱的姊妹大家平安，平安，请坐哦。咱只是要来锻炼今早起爬行的信息，信息第565首，凡事免烦恼。这首信息同款是泰泽的诗歌吼，足水的。短短也毋过透过一遍搁一遍的吟唱，咱会当来回应今日信息。咱礼拜时吼会唱2解，就是4遍。好，咱先做来吟一遍哦。凡事免烦恼，凡事免惊吓，今仔久上帝无惊过一惊，凡事免烦恼，凡事免惊吓，有上帝就够惊，凡事免烦恼，凡事免惊吓，今仔久上帝无惊过一惊，凡事免烦恼，凡事免惊吓，有上帝就够惊。咱若是手头信息吼，迄正边顶头写啥？信靠、交托。讲较简单吼，要毋过咱有真正信靠主无吼，所以礼拜中间咱会用这首来回应。好，这时请咱搁下到信息第1首。这首信息较特别吼，咱较少先唱和的所在，然后唱第1节，然后第2节。咱对头来哦。心在，心在，心在，即心多主宰。心在，心在，心在，独一心主宰。心在，心在，心在，即心多主宰。心在，心在，心在，独一心主宰。这是请咱安静心，准备参有再去写礼拜。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请咱安静心，开始今仔日的礼拜。
上帝啊，求你为我创造纯洁的心，求你使我心过忠诚的心灵。咱三甲来吟俄罗圣诗，圣诗第一首，圣哉，圣哉，圣哉，会唱请起立，吟全首。请咱议员听咧，作用弥撒圣经，做咱的信仰告别。我信有一专人上帝，创造天地，一切有欢喜无欢喜，万有因主，万事有耶稣耶稣基督，上帝的圣名，一切世界一切为你的事业，对上帝做的上帝，对人做的人，对真心做的真心，是生的，不是做的。甲你的大日大日，万你对来的创造，以为咱对咱的拯救，对你甲你，对圣心这个充满咱的时间，对温柔的对咱爱的世界，受咱埋葬，叫咱心所记载的三日过我，就你现在。请坐。接来启应，启应文第33篇，诗篇第119篇，是圣诗后面1017页，我来启，请会众来应。上主啊，你有监察我、捌我。对真远，你嘛看会出我的心思。我的所行所做，你嘛拢知。你已经知我要讲啥物。
你亲手保护我。遐尼高深，超过我的了解。行到倒位，我才袂当多闪你。我若落阴间，你嘛伫遐；也是去到日落迄边，你的正手嘛会扶持我。叫暗暝甲我压早，暗时亲像日时遐尼光。上帝啊，你的意念实在真好了解。我若要算比海沙较侪。上帝啊，求你监察我，在我的心思。求你指点我，互我无歹行为。咱同心来祈祷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愿感谢你的恩典，互阮有上好的福分，做你的儿女。阮今仔日三甲组织伫你面前来敬拜你，因为这是你所定定的日子，阮也要伫遮欢喜快乐。主啊，阮承认家己的软弱甲过犯，求你赦免阮伫无意中所犯的过失。阮也感谢救主耶稣为阮定十字架，你的保护洗清阮的罪。借着这种无限的疼，互阮甲上主有好好亲密的关系，佮互阮得到救恩甲新的生命。奉求主加添阮教会所有兄姐的智慧甲气力，坚固阮彼此的疼心，互阮伫主内同心合意，彼此扶持带导，顺利推动事工，成做你美好的见证。愿今日所有的事奉敬拜，拢会当得到你的悦纳。愿你的名伫阮中间得到荣耀。愿安尼祈祷，拢上号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，阿免。接来领受上帝的话，记载伫出埃及记第5章22节到第6章13节。现代台语本伫112页。摩西倒转去上主遐讲：主啊，你是安怎样歹款待这个民族？是安怎派我？对我第一遍去见埃及王，奉你的名对伊讲话开始，伊就压迫这个民族。你一丝啊，拢无救你的子民。上主对摩西讲：你会看到我安怎对付埃及王？我要用大几力的手，逼伊放我的子民出去，甲因赶离开伊的地。上帝搁对摩西讲：我是上主，我是全能的上帝。捌对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显现。毋过，毋捌互因知我的名是上主。我捌甲因立约，因阮要将因寄居的迦南地赏赐互因。我嘛有听到以色列人伫埃及做苦工所发出嗨嗨惨的声，就会记得我甲因祖先所立的约。所以，恁着甲以色列人讲：我是上主，我要救恁脱离埃及人的压迫，互恁毋免搁做因的奴隶。我搁要出手严刑罚因来救赎恁。我要接纳恁做我的子民，我要做恁的上帝。
我求恁脱离埃及王的压迫的时，定位认捌我是上主，恁的上帝。我所立誓应允，要互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迄块地，我要带恁入去，将迄个地赏赐恁做产业。我是上主。摩西将这话甲以色列人讲，毋过因为做苦工，实际听袂入去。上主吩咐摩西讲：你去甲埃及王法老讲，着放以色列人离开伊的地。摩西对上主讲：以色列人拢毋听我，埃及王哪会听我这个含慢讲话的人？上主命令摩西甲亚伦去以色列人甲埃及王遐，将以色列人对埃及地带出来。赞美，咱请中职群来赞美。赞美的诗歌是《活出爱》。
正道，请吴牧师。题目是我是上主。弟兄妹大家平安，愿上帝恩典甲咱做伙伫地。拄则阮的中职有伫遮来伫礼拜中献诗。实际上，这项代志是阮旧年伫咧讲，阮旧年咧讲检采咱的中职会当中职开会，总是开会嘛是一个团契。阮咧决定检采教会一寡代志，并无代表阮袂当搁较做另外的代志。所以伫教会内底，阮就讲无咱一季中职来献诗啊吼。透过安尼嘛，毋望咱的教会无共款的团体，咱也愿意嘛会当共款用安尼伫教会礼拜中来献诗。献诗嘛无需要偌悬、偌厉害的唱歌的技巧，要紧的是献诗，其实咧代表的是咱透过献诗的引带咱众人做伙敬拜上帝。也帮助扶持，毋望咱的教会无共款的团体的所出的声，真正有上帝特别的祝福。实际上，今仔日也共款，今仔日咱这个主日是大众传播中心的主日，奉献主日，所以要邀请咱为着这个大众传播中心来奉献。大众传播中心上一开始，伊的宗旨，我想咱中间检采有的人知影，有的人毋知影，就是过去中乐教会捌成立一个电视台，叫做新眼光电视台，是对这个中心其实就是咧支持这项事工。不过后来伫经营顶头拄着真侪的困难甲问题，阮今仔日伫咧开会参详的时阵，因为我嘛受传派入去这个大众中心、大众传播中心内底，担任因中间的董事。阮咧开会时间，就咧讲，加载迄时阵就将这个电视台，因为迄个想法是传统的电视台，总是传统的电视台，其实到今仔日的这个世代，其实是爱了搁较大的钱，实际上。后来就转做今仔日，所以今仔日的这个事工是转做用今仔日的世代的方式，毋望用无共款的影片加影音的方式，放伫网络顶头来影响这个世代。所以真侪咱等下会当看到迄个影片，就知影讲大众传播中心在做啥。愿上帝帮助扶持，互咱。伫无共款的世代内底，会晓转换无共款的思维。我嘛要坦白大家讲，这个中心目前佫欠账面上佫欠1亿外吼。这个中心佫咧负责啦吼。总是要紧的，毋是负责，要紧的是咱知影这个事工伫无共款的世代会要紧。愿上帝帮助扶持，互咱真正会当得到在逐世代内底，拢通得到，毋望用无共款的方式，互人真正听见福音。所以，这是我嘛要邀请你边仔的人传福音。什么会叫传福音？就是福音，就是好消息啦。所以，咱会当边仔的人传福音，来讲愿你平安，安尼就传福音啦，吼，愿你平安，真欢喜会当甲你做伙。敬拜上帝，做伙来祈祷。主，我感谢你圣事带领，互阮做伙组织来听见你要阮所讲的话语。求上帝甲阮做伙伫地，阮安尼祈祷，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，阿门。旧历的3月，伫台湾民间。拢称作小妈祖的季节，咱知影是安怎？旧历的3月就是妈祖生啦。简单来讲是安尼，妈祖的生日，实际上就是伫这2天。
伫即两天吼，所以应该是即两天大甲妈要对台中出发，啊，白沙妈要转去到苗栗啦吼。2026年苗栗的白沙屯妈祖迄个进香，迄个游行进香西境的活动报名的人数达到46万人，比去年33万人尔，所以比去年是搁加13万。对4月12号到20号，就是到明仔载，因明仔载会转移到迄个白沙屯。这个活动已经进行差不多有200天遐尼久长，然后伊的来回差不多400公里。啊，当然白沙屯的这个妈祖上特别啦吼，是台湾西境上特别的妈祖啊，因为伊无固定的路径啊，伊无固定的路，所以是上特别的这条路。台湾的汉人信妈祖，因为妈祖对古早人对当时到现在嘛是共款咯，是互人看做是海神。掌管海面、海神啦吼，是安怎？当时就是因为上一开始，长山过乌水沟来到台湾，互台湾的汉人会当平安渡过当时真危险的乌水沟，今仔日叫做台湾海峡。这就是妈祖信仰伫台湾民间真盛行，就是真多，咱会当世界拢看到妈祖庙的原因。总是其实妈祖伫台湾的民间信仰内底，其实佫有另外一个稳重的意义，因为当郑成功将荷兰人赶走了后，伊一开始去到安平，就将荷兰人所起的教堂改做妈祖庙，听有意思无？所以郑成功是信妈祖，郑成功是信妈祖吼，所以伊将荷兰人所起的教堂，当时起的教堂就改做妈祖庙。后来清朝施琅平定，将郑成功来平定了后，伊就将府城宁靖王府改做妈祖庙，同款嘛改做妈祖庙。所以换一句话来讲，郑成功互人看做叛徒的，嘛是信妈祖；施琅来清朝嘛信妈祖，就是现在伫府城的大天后宫。所以换一句话来讲，台湾真侪政治人物后来选调了后，会去到妈祖庙担任主祭，这就是有一个另外一个意思，因为信妈祖叫做统治者的信仰，这叫做妈祖伫台湾。这个信仰伫台湾民间信仰内底真特别的所在，因为伊是统治者的信仰，所以伊一开始就政治稳重的意涵。总是对基督徒来讲的，对咱来讲的，对基督徒来讲，看到妈祖信仰伫台湾民间这么惊人的动员。能量，咱无应该只是徛远讲啊，迄个假神尔，不只是安尼，咱应该看见的是现在台湾人的内心是偌哩渴望会当得到平安甲救赎，咱应该看到这项。就亲像40年前郑国忠牧师伫伊的论文内底所写的，40年前后，
伊毕业的论文所写，伊讲台湾的宗教形成非常复杂、混合性的宗教，用求平安福气做出发点，只求个人利益做目的。妈祖的信仰袂捌引带台湾人民共同建立一个自由、平等、自主的理想社会，颠倒因为政治的利益，互妈祖渐渐成做政治顶头运用的工具，失去原本纯真的信仰。总是不管安怎，这上时其实台湾人的信仰，也是咱人的心，上时也帮助咱好好来想看卖仔，咱所信的上帝是啥物人？伊要甲咱起着啥物款的关系？上主的百姓所要起着的家园，咱所期待的救赎，咱应该爱呈现的款式，佫是啥物货？随上今仔日的经节内底，会佫较互咱一个较深的答案，互咱慢慢来想，咱所信仰的这位上帝是啥物款的款式？当摩西奉上主差遣去面对法老，却直接互伊拒绝，直接互伊拒绝无大紧，颠倒互以色列人佫较痛苦，所以到达摩西所拍拼的亲像，拢互人否定，安尼要安怎？所以出来记第5章20、29到23节是安尼讲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摩西倒去上帝遐讲：主啊，你是安怎派款待这个民族？是安怎派我对我第一摆去见埃及王，奉你的名对伊讲话开始，伊就压迫这个民族。你一丝啊，拢无救你的子民，真趣味吼！这台湾翻译新的翻译吼，一丝啊，一丝啊拢无，你一点仔拢无救援啊！简单来讲是安尼。现在甲咧提醒咱，摩西上好的表现，就是当伊失败的时阵，佫会当转来到上帝面前。我相信在场无人爱拄着失败，随上爱咱去面对失败，佫较毋是简单的代志。所以要紧的是爱倒转来。咱开始出发的所在，即种转来到上帝的面前，这就是摩西就倒转去伊出发的所在，就是倒转去上帝的面前。即种转来到上帝的面前，需要有无惊失败的心志，同时阁有迄种较望要改变的期待。咱会当对摩西的这个行动看出摩西的心态慢慢成熟，因为当伊第一摆失败时阵，伊选择逃走。我都走就好啊，遐个代志甲我拢无关系啊，我都走远远就好啊，对无？但毋是咧，即便伊犹原是走，总是走转来到上帝的面前。出来记第6章第1节是安尼讲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上主对摩西讲：“当你会看到我安怎对付埃及王，我要用大溃烂的手逼伊放我的子民出去，甲因赶离开伊的地。”原文直接翻译是讲：现在你就要看见，我要法老所做。有神学家认为，这段话就是出来记要紧、关键、转变的迄个上要紧的锁匙。因为上帝宣告，现在就要改变，
你要看见，所以是看见哦吼，你要看见。法老毋单单会互以色列人出去，甚至会设法爱因离开，逼因出去。这真特别的宣告。对18世纪开始，经文的间别合，或是称作经文教勘合开始发展。咱爱知影圣经是安怎，圣经经文是安怎爱间别，因为伫印刷术发明进前，所有的册拢人所抄的，人用手抄的，第一本一本安尼抄落来。所以满图壁面会产生人咧抄的时阵会安怎看漏去，人咧抄的时阵会重复，人咧抄的时阵会抄毋着字，或是会修改，才会差别。所以这个学问是透过研究古代手抄本，检验无同款的抄本，详细评估，并且恢复上接近原稿来读的研究。19世纪，威尔豪森这位神学家的结合历代旧约间别合研究的成果，提出一个理论叫做低本理论。换一句话来讲，咱今仔所读的经文内底拢有一寡来源，然后这个理论影响到今仔日。近代的学者针对这个理论有真侪讨论、修正了后，认为这是文献，就是咱今仔所讲的批典，是4种文学来源上晚出现，约略是公元前6世纪来完成。总是这是文献对摩西五经的影响上大。随上咱刷落去所读到的出埃及记第6章第20开始到第7章13节，就神学家的研究就是出对这是文献，也详实是出埃及记内底新3段这是文献内底真要紧的记录。所以出埃及记第6章第2节，咱通讲是出对无同款的来源开始的。咱来读出埃及记第6章第2节，做伙来读来。上帝佮对摩西讲：“我是上主。”神学家指出，这是当时王要出场的时阵时常讲的话。当法老拒绝摩西所讲的要求，伊佮他挑战问讲：“啊，上主是啥物人？”伊毋是提问哦，伊是挑战哦。上主是啥物人？法老的话显示伊决定啊，上主是啥物人的意思咧？啊，上主迄个神态当，迄是啥物人？迄他会当命令我。后壁的意思是安尼哦。所以换一句话来讲，法老的话显示伊决定对上主来宣战。神学家是安尼讲：“我是上主。”这句话会当讲是抗所有的重量。上帝要向伊的子民宣布的每一项代志，拢是这条上基本的声明的扩充甲延续。假使咱若转来到上帝第一遍互伊的名的迄个场面。伊伫旷野内底对摩西安尼讲，伊讲：“你爱对以色列人讲，迄个我是找我来领者。迄个我是换一句话来讲，我讲迄个亚伟这字翻译起来，迄无算是上帝咧回答摩西的话。”翻译起来叫做“我是就是我是”，上简单的翻译是安尼啊吼。
当然因为伊有无共款时态，所以嘛会当翻译做自有应有。因为是无共款的时态，所以是翻译做自有应有。总是即字，都真特别啦，都真侪人咧翻译，到底这是安那翻译较好势？所以上帝第一遍摩西讲伊的名的时阵，并无讲尽即个名真正的意思，因为即位称家己我是的上帝的名，检采就是要引起人好奇，问伊讲：你讲你是，无你是啥物人？你讲你是嘛吼？无你是啥物人？要引人好奇来问伊啦。当人若愿意开始甲即位上帝对话，然后刷落去来认捌伊，上尾来承认伊，你是我的主的时，迄检采就是伊甲咱起做关系时，相时共款。假使咱若否定伊，甚至轻视伊讲无上主，你是啥物人？要来命令我，咱有迄种要甲伊宣战的姿势。那安尼，即位宣告我是的上帝，嘛自然会互人认捌伊是啥物人。所以不管咱怎，当咱拄着上帝的时阵，咱甲伊产生关系，咱开始甲伊对话的时阵，就会开始产生这样的代志。所以，刷的上帝刷的是安尼讲，出来记第6章第3节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我是全能的上帝，捌对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显现，毋过我毋捌互因知我的名是上主。这是圣经内底全能的上帝，是圣经内底上帝互人的第一个名。所以这个名真特别，叫做 El Shaddai， 翻译做全能的上帝，是受70书译本的影响。实际上，另外圣经有另外一个所在来解说做山神，总是真正意思，其实到今仔日佫无真清楚。不过伫创世纪内底，这是迄个也未有互的，总是已经年老的亚伯拉罕甲上帝立约的时出现的名。这上时全能的上帝，嘛是雅各派伊的这个囝要进入迄个前途渺渺的埃及进程，为因祈祷的时，讲将因交伫全能上主的手中。所以换一句话来讲，当人咧祈求全能的上帝，也是认捌这位全能的上帝的时阵，是伫迄个祈祷中，是当伊的子民伫上无助、毋知影要安怎的时，讲主啊，求你显出你的能力的时，这就是上帝百姓过去怎样认捌这位上帝真要紧的内容。出来记第6章第4节到第5节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我捌甲因立约，应允要将因寄居的迦南地赏赐互因。我嘛有听到以色列人伫埃及做苦工所发出海惨的声，就会记得我甲因祖先所立的约。第4节原文应该翻译做，就是因寄居其中会寄居的地赐互因。所以原文其实是有2个寄居，也是寄卡。
原文两遍提起囝脚，真明显就是要提醒上帝百姓，啊，恁只不过是囝脚的人啊。恁若有土地，就是产业，爱会记住这拢是上帝的恩典，才会当互恁享受住伫顶头的快乐。总是伊会记住伊的约，因为伊是信实的约，所以伊应允过就会记得。这就是伊讲的。再记记第6章第60是安尼讲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所以你着甲以色列人讲：我是上主，我要救恁脱离埃及人的压迫，互恁毋免搁做因的奴隶。我搁要出手严严刑罚因来救赎恁。哦，咱有读到，咱搁一遍读到，上帝讲伊是上主这项代志对吧？我是上主这样代志，咱来知影伫埃及的文献内底，时常出现咧俄罗法老埃及王真勇真强的手骨，所以伫遮颠倒变要对比的是，伫遮是咧宣告上帝迄个大能力的手骨要赢过强过法老。伊要伸出大权能的手，将这群受压迫的子民对法老手中来赎回。救赎吼，迄个是赎回的意思。咱来知影，伫旧约内底，赎回是啥物意思？救赎，我要救赎赎你对无？我甲你爱有关系，听有意思吼？我爱甲你有关系。然后爱搁准备赎价钱，所以上帝刷落去，才会安尼讲。再记记第6章第7节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我要接纳恁做我的子民，我要做恁的上帝，我救恁脱离埃及人的压迫的时。恁会认捌我是上主，恁的上帝。所以换一句话来讲，上帝会记住伊甲因祖先立约的时所有的应允。虽然这个时阵，这群人阁是奴隶，因阁咧啼哭悲哀，甚至因阁毋捌这位上帝，总是上帝。的主动认因做伊的子民，爱有这种关系，伊才有法度赎回因。听有意思啊吼？这是旧约内底的观念，爱有关系，我爱甲你有关系，才会当得到赎回。所以换一句话来讲，上帝要对因讲，伊已经准备好一切，要用近亲的关系来赎回因。再记记第6章第8节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我所立誓应允要互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迄块地，我要带恁入去，将迄块地赏赐恁做产业。我是上主。是若甲对文学结构来看，规段话拢用“我是上主”来做一开始，从以及上尾的宣告。所以我是上主，就是上帝要对伊遐属伊的百姓讲，过去伊会记住伊所立的约。现在虽然你亲像互人放杀、受尽压迫、折磨，甚至只会当暗情啼哭悲哀，总是伊拢听见、拢知影。将来，咱来知影这段话有一个真特别的意思，迄是古早人咧举手誓约。
毋是即摆尔吼，举手誓约是古早人的，所以伊是用原文是用即字，举手誓约的方式讲，我一定要带恁去到应允的所在。这要真做恁的产业。伫出埃及内底，伫出埃及的过程内底，恁就会知我是上主。所以上帝伫咱有可能也毋捌的伊的时，伊就会引带伫咱所有的过程内底，伊拢要甲咱做伙伫地。现在敢认为上帝再三，咱爱知影伫这段经文内底是3遍。再三出现，我是上主，是等于伊勘印，实是现在咱讲签字啊，咱若去迄个买物件，录迄个信用卡拢爱签名，签名做证。换一句话来讲，这个代志一定会伫伊大能的手骨内底来成就。出埃及记第6章第9节，续来安尼讲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摩西将这话甲以色列人讲，毋过因为做苦工实际听袂入去。我相信这时以色列人甲咱大部分的人共款。阮信你一遍，颠倒拄着搁较大的压迫。你搁甲阮讲，你搁一遍咧甲阮讲。讲列祖上帝应允要来救阮，这套有可能啊！我较有可能搁信你啊！摩西原本掠做上帝宣告，要为以色列百姓带来福音，总是代志改成毋是戆人所想象的。颠倒互这个情势搁较歹，因为安尼就是上帝讲，我是上主，你要看见。我要用大溃咱的手骨属回顶，伊搁一遍来呼召摩西的时阵，总是得到摩西是安尼来应答。出埃及第6章12节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以色列人都毋听我，埃及王哪会听我这个含慢讲话的人？所以换一句话来讲，摩西继续用这个借口来拒绝上帝，然后这整个故事就先停伫这段对话内底。所以换一句话来讲，这时的摩西甲迄群以色列人共款，看起来是上实际的事，因为伊照上帝已经照上帝的话去宣告啊，总是代志无改变嘛，颠倒更较歹。总是上帝，他会一直咧呼召摩西咧，是安怎？我想咱嘛会当来问咱家己啊，上帝他会一直咧呼召我，虽然我拄着遮尔大的困难，是安怎？上帝要呼召我咧？上帝定心讲，伊对以色列人的应允，对开始中到上尾拢心中对因讲：我是上主。总是以色列人听袂落，因为残忍的奴隶生活甲破碎因内底，将因的内底所有的灵拢破碎了，已经将因只有的相信。哪怕歹了了，所以亲爱兄弟姊妹，其实这有当时确实是上帝子民信仰的路。因为刷落去，以色列人伫这条路上，因不只是这时开始吼，伫这条路上会继续搁悬搁低，时时对上帝甲摩西充满疑问。所以，假使咱若要成做上帝子民，其实只有一步尔，就是学亲像摩西共款，不断转来到上帝面前。咱要靠热也好，台湾话讲靠热啦吼。咱要靠热也好，
咱要埋怨也好。这才是上帝子民持续行伫这条信仰的路、信心的路的原因。布荷纳这位牧师，出名的牧师咧讲一项代志，伊讲福音伫真做好消息进前是歹消息，因为伊宣告人是一个罪人，人的心思是邪恶。当人行遐，然后看上行的时，伊会看见家己至少有8分是软者。欺骗、骗子、垃圾鬼，真特别哦！吼，伊安尼形容，这是悲剧。总是福音上时也宣告，伊不管偌垃圾，拢是受疼的，得到赦免的，并且互人看做是宝贝。虽然伊流血，总是嘛有人为伊流血。这是喜剧。假使这个垃圾鬼就是伫家己的罪内底得到疼，受到赦免，总是伊的罪甲垃圾鬼的本质甲标志，也拄拄就会不断拒绝这份疼甲赦免。所以，亲爱兄弟姊妹，布荷纳牧师点出一个事实。福音这个好消息来时，是咱知影会有奇妙的代志临到。这也是遐个走去软脚骹，咱爱知影，咱都有看过电视看到迄个景象，迄个真侪人走去软脚骹。你知影软脚骹是啥物意思？软脚骹是因用全身躯的人去敬拜这个神。求讨这个神，我毋知影咱即2天会当看新闻，因为上时刷落大家嘛要起价，所以咱也会当看即种宗教现象。我袂轻看这软脚骹的人，因为这拢是因伫祈祷，用咱的讲法叫做祈祷，因咧祈求一个救赎。上简单的，因咧祈求一个救赎，所以我会对这种现象，我感觉是一种毋通去笑人安怎，常时爱有敬畏的心，总是真特别的，是因祈求的对象，安尼尔。遐软脚骹的人，其实所期待的拯救甲改变，总是真歹势。假使若无看见家己的败坏甲罪性，这个奇妙的代志袂临到啊！就亲像撒该咧爬树进前，拢互人看做是歹人，落树了，爬落树了变圣徒，保罗出发进前是拍手呢？伊是专门咧迫害人的拍手呢？结果回来时阵，甘愿为基督做戆人。所以，对这位自称是我是的上帝，无可能的代志，绝对毋是无可能的代志。总是要紧的是，咱都看见家己迄个败坏垃圾鬼的本质，只要咱愿意信伊，所以愿咱。所得到的救赎，不只是一时，是永远的真理。因为伊要对咱讲，我是上主，我要救恁，我将恁当作我的子民，我嘛要做恁的上帝。做伙来祈祷，主，阮感谢你赏赐，因为阮知影，阮伫生命中拄着你，是阮上大的幸福，求上帝帮助阮，互阮更较知影，阮若无看见家己的本质，阮迄种垃圾鬼的本质，阮实在
无法度得到真正的救赎，求上帝帮助阮、医治阮、赦免阮。阮知你必然会将阮当作你的宝贝，求上帝帮助。阮安尼祈祷，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，阿门。求主将你的话刻在我心。这是我要来放一点影片，迄个大众团保中心的影片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大家平安。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新眼光，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圣经。今天的圣经开始阅读一个新的书卷，记载在尼希米记第1章第1节到第11节。以下的记载是哈加利亚的儿子尼希米的事迹。亚达薛西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大家平安。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新眼光，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圣经。今天的圣经开始阅读一个新的书卷，记载在尼希米记第1章第1节到第11节。以下的记载是哈加利亚的儿子尼希米的事迹。亚达薛西做波斯皇帝的第20年基斯流月。2021年伫疫情发展的时，我开始将圣言讲读经的文字真做影音，会当帮助无法度看，或者是无方便看，会当帮助因用听的方式来读圣言讲读经。所以我将文字的手册用录音的方式，帮因把内容读出来。首先我会读上帝的话，了后阮读圣言讲读经的写作的团队因所写的这个圣言讲读经的内容。所以我将文字的手册用录音的方式，帮因把内容读出来。首先我会读上帝的话，了后阮读圣言讲读经的写作的团队因所写的这个圣言讲读经的内容，帮助因伫圣言讲读经的过程中间，会当更较深明白上帝的话。我也感谢传播基金会，因真正投入真侪时间，将这影片放伫基金会网站顶悬，会当互更较侪人通过基金会网站看见每日圣言讲的影片，真做更较侪人信仰的帮助。希望这个文字的主讲会当继续通过网络传播到更较远的所在、更较侪的所在，会当互更较侪人得到帮助甲瓦靠。各位所敬听的牧长、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在这个资讯爆炸、科技变化真紧的时代，咱教会虽然面对真多的挑战，但是上帝嘛赏赐真多的机会，所以愿积极来制作真多会通帮助和团契甲小组分享的教材，嘛有系统性的信徒教育影片。另外，我嘛真关心社会环境的变化。这阵啊，诈骗的手路是愈来愈多，真侪兄弟姊妹受到伤害，所以基金会特别制作反诈骗提醒的影片。这唔单单是资讯的传达，是通过具体的行动来保护咱的兄弟姊妹。传播基金会唔单单是一个媒体宣教的单位，也是要甲咱在座各位共同打拼、奋斗的好同工。伫大众传播中心奉献主日，
诚恳邀请大家继续为着媒体宣教的事工大岛关心甲奉献，互团保基金会有够额的资源，继续开发加搁较侪媒体宣教的教材、影片、甲软体。搁一遍感谢咱的兄弟姊妹，愿上帝祝福互大家，以马内利平安。好，来哈，啊，到这里就好了哈，到这里就好。迄个所谓的传播，有当时啊是影片，有当时啊是听的。大概大众传播中心目前有咧拍拼的，拢是遮的，所以要邀请咱大家。假使咱也愿意，其实逐工会当拍开，每日神眼光来听，迄工的圣经用听的吼，免读不要紧，用听的。详时，因为咱拄听着拄啊好是两位吼，一位是潮海教会的牧师，伊是逐工用华语，嘛有人用台语。来录这个每日神眼光，详时遮个拄起遮个，现在传播中心嘛有咧拍拼，毋望伫网络顶头有搁较侪会当影响人，详时帮助人的代志，所以有一寡防诈骗的物件，所以遮个影片我会放伫咱的咱教会的公布栏内底。咱假使若愿意，会当点开来看。愿上帝帮助夫妻透过传播中心、传播基金会所做，真正有利益伫这个世代内底。接来吟回应圣诗，圣诗第565首，凡事免烦恼，咱吟2遍，非常请起立。万事的欢乐，万事的惊吓，有上帝就高呀。万事的欢乐，万事的惊吓，伊若有上帝，无欠亏一件。万事的欢乐，万事免惊吓，有上帝就高呀。万事免烦恼，万事免惊吓，伊若有上帝，无欠亏一件。万事免烦恼，万事免惊吓。有上帝就高呀，万事免烦恼，万事免惊吓。伊若有上帝，无欠亏一件。万事免烦恼，万事免惊吓。有上帝就高。一起来奉献，请刘破辉、刘台山结束来书献。
奉请起立，3个来宾奉开始。咱同心来祈祷，请主上帝，我满心感谢，感谢主你看顾咱顶礼拜的平安，今是新的礼拜的开始，感谢主你引带咱来到主你的面前，来领受主的话语甲祝福，阮满心感谢。阮奉献淡薄仔金钱，为教会圣工所用，并把一切的荣光归乎你，愿你悦纳。我按你恳求祈祷，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来求。阿门。请坐。咱做伙来，今仔日的经句是经书单下面，我读一遍，请会众读2遍。所以你着甲以色列人讲，我是上主，我要救恁脱离埃及人的压迫，互恁毋免搁做因的奴隶。我搁要出手严刑刑罚因来救赎恁，出埃及记6章第60，请。所以你着甲以色列人讲，我是上主，我要救你脱离埃及人的压迫，互恁毋免搁受做因的奴隶，我要出手严刑刑罚因来救赎你，出埃及记6章60。所以你着甲以色列人讲，我是上主，我要救你脱离埃及人的压迫，互恁毋免搁做因的奴隶，我搁要出手严刑刑罚因来救赎你，出埃及记6章60。请咱献开酒杯第1粒，本州甲下州的侍奉人员，请咱提万心。是阮的聚会以及小组的聚会，请咱家己注意。奉献领洗留顶坛，请办国神来敬献。请咱献开第3页，消息报告。本主日是台中传播中心的奉献主日，请有这个时间来奉献甲祈祷。吴佩慈牧师也为着台中传播中心的奉献主日，前往华地教会请安报告，请代祷。第2点，传道部会伫今仔中昼12点半伫7公的召开，请部员出席参会。第3点，立法金审查会伫下晡1点伫9楼召开，请审查委员出席参会。下主日，福音之声的音乐会时间是下晡1点。伫咱即个礼拜堂要来演出，请咱大家做伙来参加。第2点，行政部会后礼拜的2点半伫6楼办公室召开，请部员出席参会。教会消息，第1点，顾团契名人开讲，咱特别邀请有40几本著作的真出名的作家王国华老师。伊要来教咱如何用 AI 来做影片。今仔时间是今仔日下晡1点到3点，请咱家己揸手机来参加伫9楼的主日式下班教室。第2点，下半年国际单工的招募，欢迎大家共同来参与。若有兄弟感动的会当来4号公布还是办公室登记。第3点，行政部的问卷调查。请咱对教会有啥物意见或是讲环境的改善咱会当扫这个 QR code， 会当伫外口遐填迄个纸本的问卷。第4点，贵校开始报名，
对象是要升小二甲国一的学生，时间、地点、报名方式、费用，请咱家己来看。第5点，暑期的英文名伫7月14到17月17，活动时间对象甲费用，请咱家己来看。报名实际的时间是6月2日。第6点，5月70母亲节赞美礼拜甲会午餐会，咱伫赞美礼拜了后，咱会举行一个福音餐会，请咱礼拜煞，咱会当邀请咱的福音朋友做伙来参加。第7点，5月24野外礼拜，请大家当踊跃来报名。活动的地点时间，请咱家己来看。教会消息，咱的姊妹教会三明教会设到77周年，甲教育馆献馆的感恩礼拜，伫5月7日6点，上午10点举行，欢迎兄姐做伙来参加。若要参加的人，请到办公室登记，人统计人数准备参席。请牧师补充报告，谢谢。我来补充报告几项代志吼。咱即几礼拜拢伫礼拜日的下晡，其实拢有真好的活动。今仔下晡本来夫妇团契只是因的团契聚会，总是阮咧建议伊讲，假使若毋是迄个，因为有当时因的聚会内容是需要付钱的吼，因为有当时是手作，所以是需要另外付钱吼，所以是团契。总是阮咧讨论的时阵讲假使若有真好的，像今仔下晡的即场讲座，有利益兄弟姊妹就会当开放互所有的兄弟姊妹来参加。所以假使咱下晡1点到3点啦，假使有兴趣吼，请来参加即个人捌左右用 AI 啦，简单来讲是安尼吼。后礼拜咱下晡1点有音乐会哦，咱教会有一个社区的音乐会，所以要拜托咱大家即几礼拜其实拢有持续另外活动，所以邀请咱大家，假使咱若时间会拄好，请来做伙来参与来参加，若有兴趣的话啦吼。咱特别我要宣传的是5月24号，咱有要举行野外礼拜。虽然有的人兄弟想讲要去参加迄个参观双联安养中心总是真歹势，因为内底拢带满，所以咱若无真好势吼，莫人搅扰，咱是去伊的礼拜堂做礼拜，总是双联安养中心外口拄是真出名，叫三芝的浅水湾啦。咱即个时间去嘛是真水。毋忙，阮因为最近拄东间大桥拄好开始开放，所以到时阵咱是应该会开迄个淡江大桥过去。即条路应该是咱桃园去到三芝上近的路，去到淡水上近的路，所以毋忙会当行即段，然后去到迄个浅水湾咱会当虽然海边咱可能无遐尼接去，总是迄是一个真水的所在，所以咱嘛会当食饭的时阵会当伫迄个遐近小可行行，然后下转来到13行博物馆，然后下转来。所以要邀请咱大家积极来报名即个5月24号的野外礼拜，这是安尼吼，所以要拜托大家上尾一项就是三民教会，咱的姊妹教会。因伫5月2号要举行因77周年的周年礼拜，即个周年礼拜因有特别邀请圣歌队去献诗，所以圣歌队因有另外的报名，所以因目前咧报名中间，我会特别邀请一寡中职，看会使对即个车去咧。总是不管安怎，真歹势，就是咱无准备啥物款的车辆，互大家去，咱爱家己去吼。咱若准备要去，咱会当参与三民教会因对10点开始到12点的周年礼拜。周年礼拜煞因会款一寡风味餐，就是泰雅族的风味餐，加迄个有点仔先白费安尼吼，互大家食。所以要请大家报名的原因是安尼吼。
就是咱去行吼，互因知影讲差不多偌侪人会来参与。所以假使咱若想讲会使迄天时间会拄好，有法度去参与因的敬拜的话吼，请我欢迎大家会当去到三民教会啦，吼，三民教会搁落去有一个景点叫做蝙蝠洞，吼，有一个蝙蝠洞伫迄个所在，所以嘛会当去遐行踅，啊，上是中昼的甲因做伙食饭，因为总是咱爱互因人数，所以咱若要会使有法度，就是去行的吼。迄天咱开车去，遐附近应该嘛会当停车啦吼。不过迄天应该会真闹热，所以请咱爱有准备心，就去因会款咱中昼食饭，咱报咱的人数，安尼就会使吼。所以要拜托咱大家，欢迎咱大家，因足欢迎咱去啦吼。不过当然，若规教会去，因嘛真欢乐啊，因为因人的迄个教会长话啊，都是不管咱怎，欢迎咱大家做伙来参与，相时啊，为着咱的姊妹教会、三民教会来祈祷。甲来吟圣诗第388首，荣光归圣父上帝，非常请起立吟唱首。天父上帝永远的听通，圣神的相通，甲咱大家做伙伫咧，对这事直到永世代都真。阿门。电乐列岛。请大家互相行平安礼，耶稣听你，平安。